尔水的景，就是伫个台南的三象乡。这个台南三象区公所结合着在地企业，伫个要到水稻博物馆的净水池的道路来整2甲地花海。过年期间会当来遮赏花、游市集、看古迹，嘛会当到天后宫去行春祈福。台南三象区公所结合在地企业，伫往水稻博物馆的路仔种2甲地以上的花海，有朴树菊、油菜花，佮有百日草等等。初一到初五呢，这个水稻博物馆呢，真侪活动吼，艺人表演啦吼，足侪吼，会当带这个囡仔啦。大人啊、老人拢会当来。除了有花海，佮有一间咖啡厅，会当来遮啉花茶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过年期间，从初一到初五呢，在我们冰点公司的对面，那我们这里有提供咖啡、茶和点心。那不管是之后来内用，或者是只是路过的游客，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。春节期间，公所嘛提供看花祈福活动地图，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伫兔年来到三象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